象鼻可以扭動同彎曲，仲可以伸長縮短。小腳板要差唔多1年嘅時間，先至可以將象鼻控制自如。喺呢段期間，佢仲有好多其他嘢要學。最重要嘅當然係學識跟貼媽媽嘅步伐。小腳板喺一個以食草木為生嘅家庭出世，即係話佢哋要成日四出揾新鮮嘅食物。呢個象群嘅成員主要係雌性，包括咗阿姨同年輕嘅表姐妹。又聰明。佢哋繼續向前行，水亦越嚟越少。為咗保持水分，成年大象每日要用16個鐘頭嚟食嘢。而冇同年紀朋友嘅小腳板，而周圍行下嘅誘惑好大。不過喺野外跟住誘惑行，可以好危險。獅子作為頂級捕食者，喺生態系統入面扮演住重要嘅角色。對於見機行事嘅捕獵者嚟講，單獨一隻小象係容易捕捉嘅獵物。喺呢度有樣嘢慘過俾一隻獅子跟蹤，就係俾一群獅子跟住。有邊個可以救到佢呢？大象有利刀咁嘅象牙，仲有成個家族做後盾。呢班獅子根本唔係佢哋嘅對手。